今日會進行想像同靜觀練習，會幫助我哋聚焦於當下嘅感受，並專注於提升我哋對衝動嘅應對能力，掌控我哋嘅身體。首先，請揾一個舒適嘅坐姿，雙腳平放喺地上。我哋先做幾個緩慢而規律嘅呼吸。請你慢慢閉上眼睛，將注意力放喺你嘅呼吸上。吸氣時，感受空氣由鼻吸入嘅感覺；呼氣時，感受空氣由鼻呼出嘅感覺。感受一下吸氣時，吸入嚟嘅空氣係飽滿嘅，充滿成個肺部。然後慢慢咁放鬆，呼氣。喺每一次吸氣時，身體可能有啲緊繃嘅感覺。呼氣嘅時候，呢啲緊繃嘅感覺會慢慢咁放鬆落嚟。做得好好。吸氣，呼氣。現在我哋嘗試回想一個最近令我哋覺得衝動嘅情景。當時我哋被乜嘢念頭佔據住？佢喚起我哋乜嘢感覺？呢啲感覺讓我哋身體產生乜嘢變化？有啲人可能會覺得手腳緊繃，眉頭緊皺，亦有啲人可能會覺得心跳加速、冒汗。每當衝動嘅念頭或者感覺出現時，我哋都可以選擇唔去回應佢，唔去餵養佢，只需要確認佢嘅出現，然後將專注力放返喺當下嘅呼吸就可以啦。就好似而家一樣，吸氣嘅時候，感受空氣由鼻孔吸入嘅感覺。呼氣嘅時候，感受空氣由鼻孔呼出嘅感覺。慢慢咁吸氣，慢慢咁呼氣，讓剛冒起嘅念頭同埋感覺好似潮水咁慢慢退去。冇錯。吸氣嘅時候，感受空氣由鼻孔吸入嘅感覺；呼氣嘅時候，感受空氣由鼻孔呼出嘅感覺。慢慢咁吸氣，慢慢咁呼氣，讓呢啲念頭同感覺慢慢咁散去，再散去。好好，你做得好好。呢啲衝動嘅念頭同感覺就好似海浪咁，佢係流動嘅，會嚟，亦會走。記住，呢啲感覺都係正常嘅，唔需要去評論佢，亦唔需要同佢糾纏。
只需要選擇唔去回應佢，唔去餵養佢就可以啦。佢可能會隨住每一次嘅呼吸到嚟，但亦都可能會隨住每一次嘅呼吸而離去。慢慢咁，你會越嚟越可以掌控自己嘅呼吸，並且懂得讓自己選擇平靜。無論海浪有幾高，衝動嘅感覺有幾強烈，你都可以選擇用呼吸去回應佢。當我哋專注喺呼吸後，會感覺到越嚟越平靜，越嚟越可以掌控自己嘅身體。現在我會慢慢由5數到1。當我數到1嘅時候，請你慢慢張開眼睛，由而家放鬆嘅感覺，慢慢返到清醒狀態。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請你慢慢張開眼睛，感謝自己今日嘅努力。記住，靜觀係一個持續嘅過程，有任何嘅感覺，隨時都可以返嚟。再一次呼吸。